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艳牧师。今天6月11号，上主亲自要来拯救。今天的经文要读以赛亚书63章第1节，一直读到64章的12节。其中第9节这样说：在他们的苦难中，他也受苦，拯救他们的不是天使，而是上主自己。因着他的慈爱怜悯，他拯救了他们。他以往时常看顾他们。这是在第63的第9节，上帝这样应许。这段的经文一开始就要问：是谁呀？到底是谁穿红色的衣服呢？亲爱弟兄姐妹，这不单是先知以赛亚和守望者，也是你我的问题。许多的时候，我们期待可以跟神来相遇，然而当神已经临在我们当中，跟我们想象期待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又会疑惑：这到底是谁呢？这是我期待的那一位吗？是的，在经文里面说，就是我，是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施行拯救。神自己来表达，来表白，他就是穿红衣的，带着能力大步前进，就是他自己。他要来施行审判，向以色列施行拯救。就是现在，在这个大疫情，在台湾正面临这么艰难的时候，神自己主动的在我们当中，透过以赛亚先知这一段话语，神也要告诉在台湾受苦的此时你跟我，他就主动来了。他来首先是要告诉我们神发怒的原因是什么。在这段经文的第4到第6节说，以东跟红本来是相通，也就是以东是以扫。在这个当中也提到了神从以东而来，究竟是要帮助以色列的，还是要攻击雅各的呢？原来以扫跟雅各他们一生都在相争论，所以我们恍然大悟，原来神的审判，神的发怒的原因是在于彼此相争，特别是兄弟之间的相争。我相信今天在我们的情境中，我们一定听到这样的经文，感触非常多。在台湾这块土地上，我们不过是同一个岛，不是吗？我们不是一直在喊同岛一命吗？但我们何以在这个事情上彼此来相争，说三道四的呢？是神要审判，神要发怒，但是以赛亚说，神的仆人要祷告，就是要来祷告诉说神的大恩，是要诉说神慈爱跟美德，向神来承认我们的罪过，求神来转回。以色列的百姓纵然也面对罪，就如同我们一样，我们是软弱疲乏无力的，但当我们起来像以赛亚一样来祷告说，主啊，求神你可不可以再次裂天而降的时候，以色列的盼望就来到，就是我们的主。此时主也来到，要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是否愿意凭着信心跟耐心来守望跟等候呢？接下来下一章，神就说他有可能裂天而降吗？可能，因为他愿意，神愿意临在人间，临在我们当中。我们盼望他的同在吗？即便现在的环境是这样子的难过、难堪、难受，但是主仍然要宣告，他要裂天而降，他要来复兴台湾，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归向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重点就在绝望中，我们的信心在哪里？
我们愿不愿意像以赛亚一样，紧紧抓住一件事不放，那就是上帝的爱。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，他在管教我们，他就要来拯救，因为他深深爱我们。只要我们在绝望中抓住神，我们一起来向我们的神来祷告吧。慈爱怜悯的主上帝，谢谢你这么爱我们，即便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如此的相争，忘了你是谁，但主你仍然爱我们，你定义要裂天而降来拯救我们，在绝望中的我们，只要有存着一丝的信心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我们今天领受上帝亲自的拯救。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，请订阅并且给我们5星级的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